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有一出这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国有器官》，是咧讲中国活体换器官的事件，可能是去卡到中国敏感的神经咯。讲顶个月，电影伫台湾开始放映到呾，全台湾总共收到28张的恐吓批，呛讲要伫总统府、要伫文化部来放炸弹。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明仔载嘛要来放这出电影，结果台北市议会嘛收到恐吓批咯。警方已经成立这个专案小组，全力来追查相关的下落。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，当我望向他时，我看到了十分恐惧的眼。 人情不正摆伫眼前，中国电影国有器官表现出活人挂器官的恐怖内容，牵涉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和中国正敏感专台影城10月份上映到29为止，全台湾总共收到28封恐吓批，包括台北市议会。这相信一定是有关中共的一个反渗透，或者是用渗透的方式想要进来台湾。我们不但要播，而且要播好。 播满。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明仔下晡会办电影的放映，这个Google的票单有400人拢总额满，淹过嫌犯签名李凤山订票10个人。第23时就写讲，我会入去台北市议会放吊讲会伤害民众，另外刑事局嘛收到批嫌犯放吊讲。 若是放电影，总统府会出代志。早堂已经放伫总统府、文化部同款被恐吓10月26爱取消放映。是机枪子弹给我们的第5封信。我们只想说，做一个平凡的老百姓，我们有言论自由，我们有电影放映的自由。我们分局受理以后，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来做指挥侦办。 警方精神以对，出动51名警力保护市议会周边安全。议员表示讲，放映电影时会采取实名制，用身份证件比对报名资料，才会当入场。目前明仔载电影放映计划同款要举行，警方正全力追查嫌犯的下落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